Hello，大家好，呢度係航通租的 E 頻道。香港政府正籌備緊推行新嘅網約車規管政策，擬定喺未來幾個月內公布管理框架，或者將首次對 Uber 等平台進行明確立法監管，其中包括限制平台上登記嘅司機同車輛數量。呢個政策如果落實，將會對 Uber 等科技平台嘅營運模式構成重大影響，並可能會改變本港叫車市場嘅生態。據彭博報道，Uber 近日向150萬名香港用戶同大約3萬名司機發出電郵，對港府可能實施嘅限制措施表示憂慮。信中指出，如果政府設定車輛或者司機數目上限，將會令司機收入機會減少，訂單取消率上升，並且延長乘客候車時間。Uber 表示，目前已經有大約3萬名活躍嘅私家車司機透過佢哋嘅平台提供服務，當中約60%人每星期工作少過20個小時，反映平台靈活配對供需嘅優勢。平台數據亦顯示，約有20%嘅用車需求因車輛供應不足而無法滿足，擔憂政府如果引入配額制度，會加劇相關問題。運輸署署長早喺今年2月公開指出，政府認為有必要對網約車平台立法，目的係確保乘客安全，提升服務質素，並確立平台同傳統的士服務之間嘅公平競爭規則。佢表示，當局計劃於2025年內建立相關規管框架，並會就法例內容諮詢立法會。目前香港並無針對網約車嘅獨立法例， Uber 等平台大多都透過私家車接載模式運作，法律定位模糊。的士業界就多年嚟促請政府加強規管，認為網約車平台長期喺制度嘅灰色地帶運行，導致市場失衡。業界指出，紅色的士牌價格近年跌穿200萬，亦反映經營壓力同競爭加劇。Uber 全球公共政策主管早前專程訪港，強調公司支持以安全同服務為核心嘅規管框架，例如設立平台同司機牌照制度，但反對以硬性限制方式規限司機或者車輛數量。佢指出，香港作為國際城市，應該俾市場機制自行調節供需，而非設限制干預。並舉例，新加坡同澳洲等地政府都採取靈活而且具彈性嘅監管措施，例如按行程收費支援傳統業轉型，值得香港借鑒。同時強調， Uber 並非傳統嘅敵人，而係合作夥伴。佢指出，平台自推出 Uber Taxi 服務後，已經有28,000名的士司機加入，顯示科技同傳統服務可以並存。Uber 亦為的士司機提供計程錶收費選項，支援現金同電子支付，便利乘客選擇。佢強調的士服務嘅轉變嚟自科技普及，而非單一平台衝擊，認為透過科技同創新，反而能夠推動整體交通服務進步。除咗政府政策外， Uber 仲可能面臨新嘅市場競爭。內地網約車平台滴滴出行正喺香港招募司機，或者係想意圖擴展至本地市場，為香港網約車市場再添變數。中意呢條片嘅，希望大家可以點讚、分享我哋嘅影片同訂閱我哋嘅頻道。如果想知道更多我哋嘅服務，可以掃影片上嘅2維碼，或者用下方資訊欄嘅連結聯絡我哋查詢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呢度係航通租的 E 頻道，我哋下星期再見。